喂，DBC 停播事件點解政府可以話冇角色唔介入㗎？咁呢啲股東之間嘅商業糾紛，咁你叫我哋政府點插手啫？唔係喎，當年亞視有股權變動，佳藝當年清盤執笠，政府都有過問㗎噃。今次點解乜都唔理先？你都識得講係當年啦 ，DBC 呢啲正一係冰封三尺，前朝留低嘅棋局，關我 CY 咩事啫？我梗係唔理啦。點解黃楚標唔肯買鄭經翰嘅股份，自己話晒事咧？咁可能人哋睇淡數碼廣播前景，唔想再燒銀紙啊！咁你唔做，點解又唔肯賣股份俾鄭大班，係要攬住一齊死咧？咁我自己都唔睇嗰個前景，咁咪無謂害人蝕錢啊嘛！有冇咁好死啊？定係上過台不得好死咋？各位 DBC 死都唔代表我哋有生路行㗎。今次就話商業糾紛，下次可能就係勞資糾紛、感情糾紛，總之就係死得不明不白啦。莫非以後傳媒只能靠二播先可以生存？咁你政府批出3個數碼聲音廣播牌照，年期係12年。開台唔夠1年嘅數碼廣播電台面對經營危機。數碼電台喺今晚8點暫時結束所有廣播。4、3、2、1。燈光一刻，此際頹然回首，代表資助我沒有，卻自尊到上頭。中聯辦有任務俾佢咧，係要封我咪，亦都要DBC 清盤嘅。呢個係黃楚標先生親口講。眼看着我努力砌的沙丘，還是一點一點崩潰到頭，快將沒救。一間機構嘅內部嘅股東嘅爭拗咧，政府呢方面咧係真係冇一個角色去解。但係喺整體行業裏邊嘅發展咧，我哋非常之鼓勵，亦都支持嘅。股東同埋嗰啲係理事，同埋係佢哋係有責任，係要履行嗰個牌照嘅細節㗎。如果唔做，蘇錦良咧就要執行佢嘅職務，就唔係話冇收到 DBC 嘅通知，唔知發生咩事，佢瞓緊覺佢。青春很短，不信明年還有，而我這首經典總是未來未知出現與否。下台了，前途着停滯了，在台後。我哋集結到好幾位嘅節目主持人。喺下個星期1至到星期日2播雲天7日情，嚟去凝聚市民嘅力量。猶如一位演唱太監，我哋希望喺不久嘅將來有機會再開翻眼燈。時間經匆匆飛走，卻大志未酬，天知不夠，從來戀過交到我手，就算多苦心，未免最終分手。願我係時候要結束咁咯，冇辦法啦。6首，但1首還沒有。